JJ 同丁丁嘅小插曲5。JJ 睇物理治療師，大家都陶醉喺呢一浪漫嘅萬聖節派對，快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曲終人散。JJ 好失落，因見唔到 Lawman 出現，唔小心睇唔到地面上有啲蛋糕 cream，JJ 失去平衡，跌倒喺地上。當即刻安排 JJ 送去動物醫院。Dr. Ben 係位好有經驗嘅獸醫，佢爸爸喺1961年已開悅心動物醫院 With You With Care。初步檢查後，JJ 只係扭傷左腳及膝頭皮外傷，但需要做幾次物理治療。當約咗物理治療師10點鐘，替 JJ 評估下扭傷位置。打開房門就見到 Lawman， 佢自我介紹，上年啱啱從英國畢業返嚟，主修動物物理治療科。Dr. Ben 係我爸爸 ，Fanny 我媽媽係註冊護士。JJ 嚇到面色變紅，唔知所措。Lawman 首先替 JJ 止痛及消腫，徒手治療與治療按摩，改善關節滑動。Lawman 悉心替 JJ 包紮好傷口，吩咐佢返屋企要好好休息及免過度疲勞。1星期後要返嚟覆診。返到屋企後 ，JJ 仲唔相信遇見 Lawman， 以為自己喺發夢，唔通呢個就係初戀嘅感覺，似真似假，患得患失。JJ 密語，從心動到心安，都想同你一齊，今日同你重遇，永久亦都唔分離。